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7号。今仔日的经文同款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第9到第10、17到18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的批信是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鼓励因并来安慰因的一个批信。保罗为着信徒的信心因的生活安尼来感谢。伊见证家己传福音所受的苦，信徒为着这个道理所受的苦，伊为着稳固这会喜乐的感谢来劝勉信徒来远离这会歹事行。为着死去的信徒，伊来安慰因，听候主阁来劝勉信徒着爱警醒，追求迄个好的性命，全然来往这个正诚的事来做目标。帖撒罗尼迦的主要信息是论到耶稣基督搁再来的预言。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离开这个腓立比了后，伊差不多伫主后51年第2摆伊的这个宣教旅行的时所建立的教会。当这时，保罗甲西拉伫腓立比传道，伊受着侮辱，去用到伫监狱内底。对监狱出来了后，伊就来逃走，来离开差不多300里以外的帖撒罗尼迦来去。伫遐有3个安息日的时间，伊伫犹太会堂来讲论着这个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信息。但是后来又搁遭受着犹太人的作乱，去用来赶逐来出境，就搁去到伊的西边差不多50里以外的庇哩亚来传道。同款，伊搁受到这犹太人的关系，搁受到搅扰，无偌久，保罗就升去到伫南部200里外的雅典。伊找遣人倒转去呼召西拉甲提摩太来甲伊会面。保罗非常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也就搁找遣提摩太去到伫帖撒罗尼迦，家己搁继续来伫雅典遮。提摩太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去见保罗的时阵，带来一寡好消息来甲伊三角分享。保罗知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遭受到这个困迫，搁因为因中间有人误解主的道理，对伫主要过来的真理，因有起犹疑，认为已经死的人袂会得到主过来的祝福，所以伊就写即张的批信来安慰并且鼓励因。所以咱看伫保罗伫遮来甲这帖撒罗尼迦信徒讲，伊为着因面对苦难甲因的信心勇气，感觉真得到安慰，并且鼓励因无论伫甚物款的状况的下面，爱常常喜乐，爱常常祈祷，并且无论伫任何的环境的中间，拢着爱献上感谢。有影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牧师遮要搁来强调，保罗所咧讲爱常常喜乐，常常祈祷，好若亲像咱牧师咧鼓励兄弟姊妹，无论你是有咧看牧师的每日读经，还是你家己有灵修的习惯，拢真好。
上主要就是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那安尼，伫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环境，咱拢袂去失去信心。保罗今仔日即个劝勉，才是互咱正咧面对即个武汉肺炎的现代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提醒。伫今仔日才得到州长的宣布，阮所徛起的即个柑仔县 Orange County， 搁一摆得做疫情上严重，因为疫情即个得病的人增加真紧，所以搁列做紫色的警戒。意思就是迄个真上危险的即个情形安尼吼。这会带来侪侪生活的不便，因为像礼拜堂又搁袂当聚会吼。有的人嘛，因为安尼个工作着爱去关起来，爱减少收入，是毋是有的人又搁失去工作？但是面对安尼情形，即使咱埋怨，咱讲苦心，咱灰心失志，其实咱嘛无法度改变现状。照着保罗的劝勉，伊讲我劝恁爱警告分段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来帮助软弱的人，耐心对待每一个人，着谨慎，啥物人拢袂当用恶来报恶，爱常常彼此关心，为着别人好处来设想，爱常常喜乐，爱常常祈祷。伫任何的环境的中间，拢着爱感谢，咱讲凡事感谢啦吼。这是上帝为着恁这属伫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祈祷、感谢是上帝的旨意吼。所以爱积极做好咱应该爱做的部分啦吼。咱倒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伫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记载着一个真趣味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伫埃及即个时间，因生着后生，等于是绝望啦吼，因为迄规定后生都爱猝死啊吼。但是伊同款的，因伫遐哭，伫遐埋怨、灰心失志，嘛无法度改变即个情形啊，因为迄是埃及政府规定的啊。但是摩西的老母甲伊的姐姐，却是即个绝望的中间来激起着积极的心志，甲凭着上帝的智慧做一件了不起的代志。因为因的做法，互摩西性命得到保存。因为因虽然即个是借着即个法老王的查某囝的力量，但是这嘛说明一项代志，讲万项代志拢伫上帝的掌权中间。上帝安排出咱的意料之外啦吼，亲像摩西的命共款，讲是对水中救伊出来。上帝奇妙的作为伫人的尽头，咱看见上帝的出手。所以咱也会使用喜乐的心，凡事献上感谢。那安尼，上帝就要亲像拯救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共款，将咱伫武汉肺炎即种水深火热的环境的中间来解救出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到第4、第9到第10、17到18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1到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来鼓励他们，并且安慰他们的一个书信。保罗为了这些信徒的信心，他们的生活献上感恩。他见证了自己所传的福音，他们所受的劳苦，信徒为了这个真道所受的苦难。他为了门徒能够稳固喜乐的感谢，
他勉励信徒要远离这些隐形，就是不好的行为。他也为了这个过世的信徒来安慰他们，等候主的再来，勉励信徒要警醒，追求良善，要成全这个成圣的事情。帖撒罗尼迦的主要信息其实是论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离开腓立比之后，约是在这个主后51年，就是他的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他们受到侮辱，也被下到监狱里面，这是一个冤狱啊。后来出来之后，就逃往距离大概300里以外的帖撒罗尼迦去了。一连3个安息日的机会，他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讲论这个复活的福音，但是后来一样遭受到这个犹太人的作乱，而再度的被驱逐出境，又去到大概他这个位于西部帖撒罗尼迦西部大概50里的地方，叫做比利亚去传道，但却又因为犹太人的关系，又引起了骚动，然后不久他就前往再往南部大约200里的地方的雅典去了。他差遣人回去呼召希拉跟提摩太前来。保罗因为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跟他们教会的状况，所以就立刻来打发提摩太前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自己却留在雅典。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前去会见保罗的时候，带来一些好消息来分享来报告。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正遭受到迫害，更因为他们中间有人误解了真道，所以他写信能够希望让他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坚定，不要因为这个真理跟这一些误解来产生这个疑惑。很多人认为已经死的人不能再得着主再来的祝福，因此就写了一封书信给他们安慰跟勉励。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为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的表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勇气感到欣慰，并且鼓励他们呢，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之下都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并且在无论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能够献上感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牧师要再提醒，就像牧师在写每日的读经一样，跟大家分享，就是鼓励我们自己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常常喜乐，常常祷告，这是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天的信仰生活。这样子事后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时时刻刻保持着喜乐，保持着感谢的心。好了，我们再继续来谈这样的劝勉，对这一些我们现在这一些正在面对武汉肺炎冲击的现代人而言，特别是基督徒，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刚刚得知从州长的宣布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局县又再度从红色警戒提升到这个紫色警戒。那紫色警戒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是非常广泛的感染了这样的疫情已经又扩散了。当然，这个一定会带来许多的生活不便，比如说教会的实体礼拜又再度的被禁止了，也很有可能有些人的收入要减少，甚至失去工作了。当然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
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我们抱怨，即便是我们难过，即便是我们灰心丧志，也无法改变现状。正如同保罗的劝勉，他说：“我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耐心的待每一个人，要谨慎，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常常喜乐，要常常祷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我们再听一次，要常常喜乐，要常常祷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要感谢。这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给他们的旨意。所以这边提得很清楚，不但要这样子，要积极的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部分。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当时如果生了儿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绝望的事情了。但是呢，即便是哭泣、埋怨、灰心，也无法改变事实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跟他的姐姐，却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之下呢，他们却激起了非常积极的心智，并且从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摩西的生命得以保存，虽然是借着法老王的女儿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又说明了凡事都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不是吗？上帝的安排其实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如同摩西的名字的一样，是从水中救出来的。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跟安排，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开始，是上帝的出手的时候。我们若能够以喜乐的心，凡事献上感谢，那么上帝就要如同拯救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一样，把我们在武汉肺炎的这个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下呢，解救出来。